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历代志下最后一天的共读。今天我们要请永成小组长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好，我们来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您，我们经过一天的劳碌，我在您的恩赐之下，我们经过一天都顺顺利利。也因着主，让我们有每一天的圣经共读的时间，也借由陈牧师的讲解说明，使我们更明白你的教导，并且遵循这样去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在主的面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好，谢谢。那感谢主，我们历代志上下从2024年的7月15号，那从晚上8点到今天9月20号的晚上，总共经历68天。那也感谢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的参与，能够来看历代志。我们会从9月22号礼拜天的早上6点半到11月12号的6点半，总共有52天，我们要继续来读耶利米书，用台语的方式来共读。那也请弟兄姐妹能够注意时间，如果时间没有办法配合，也可以来看 YouTube 的重播。那我们在历代志上下这总共68天的当中，那利用今天来做一个简短的复习。历代志上这卷书名的意思，它就是一个日记或是一个记事，是记载历代君王的记事，但只记载南国犹大，因为有几个原因，因为上帝纪念他跟大卫所立的约，特别是犹大支派。那还有在犹大国当中，也有8位的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以色列北国的君王呢，从第一位到最后一位都一路是拜偶像，被这个外邦的神明所捆绑，以至于都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200多年就灭亡。而南国犹大的历史呢，能够帮助这一群被掳归回的百姓，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那历代志对利未人特别的看重，包括利未人的职责、祭司的班次、建殿的过程、祭祀和节期，都讲得非常清楚，甚至比列王记还要清楚，也让百姓能够借着羡慕神律法书中的记载，来增加，让这些被掳归回的百姓能够回到大卫的时代，回到这些摩西会幕的时代。那也对列王的兴盛衰败的原因，那也记载得非常的具体。好，那我们今天再读，也可以看出每一个王，他们能够为什么蒙上帝的喜悦，或是没有蒙上帝的喜悦，那是帮助我们能够亲近神、顺服神的，明白必得祝福；远离神、背叛神的，就要受咒诅。那历代志上的分段呢，是1到9章讲到大卫支派，前面有讲到的整个以色列的族谱，从亚当开始。那第10章到16章讲到上帝的约柜，17到21章就是大卫与上帝来立约，也就是大卫之约，所以才会有这个历代志下后续的发展。22到27章呢，是上帝建圣殿的预备。那28到29呢，是大卫他最后所做的几件事情，也有得罪上帝的。好，那所以从族谱大概涵盖数千年的时间，而从大卫开始的王朝呢，统一王国大约40年的时间，这是历代志上。那历代志下呢，接续历代志上，专讲犹大国列王的历史，从所罗门登基一直到西底家被掳，然后最后的结束就是今天是波斯王古列，不是居鲁士，也叫做塞鲁士的下的诏旨，天下的犹太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为上帝来建造殿宇，这样来结束。而历代志下和历代志上一样，都是以上帝的看法、上帝的语法来解释犹大国为什么兴盛或是衰败，也目的是让被掳归回故国的犹大百姓能够认识神的作为，来归顺神。那在历代志下讲到犹大国有5次的大复兴，亚撒王是第一波的复兴，而约沙法是第2，
还有约阿施，好，是耶和耶大的帮助下第3波的复兴，西西家王是第4波的复兴，还有约西亚做王期间是第5波的复兴。每一次的大复兴呢，都跟王的妈妈，好，王母就是他的妈妈，或是跟王跟祭司之间的关系好坏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是很重要。好，幕后的推手就是来自于有信仰的母亲，或是外祖母，或是外公，好，那还有这些的利未人祭司的身份，因为他们能够分别为圣，好，谨守上帝的律法。好，但是呢，到最后这4个王，昨天我们看到最后4个王还是令人觉得非常的遗憾。怎么就算是母亲，好，这个妈妈是耶路撒冷人，就算是有祭司和利未人，好像也不见起色，因为都跟上帝定义要来毁灭有关系。那除了5个在历代之下5次的大复兴，还有讲到上帝4次的大拯救，从这个亚比亚脱离北国耶罗波安的手，然后还有这个拯救亚萨王脱离古时王谢拉的手，拯救约沙法王脱离摩押亚门人，还有米乌尼，好，这个4国，好，还有其他更多国家联军的手，也拯救西西家王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所以上次4次的拯救。那历代志下的分段呢，1到9章是所罗门王朝，前面1到5章讲到所罗门建造圣殿，6到9章讲到所罗门敬拜神，10到最后是讲到犹大王国的灭亡哦，好，那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好，大约在400年当中，从罗波安敬拜假神，10到12章，然后呢13到28章就是南国刚才提到的几位好王，亚萨、约沙法、约阿施，好，亚玛谢、乌西亚、约坦，好，然后再来是西西家29到32章，然后33到36章是约西亚做代表，和约西亚的3个儿子，还有一个孙子，好，轮流来做王，好，最后被掳，好，到南国被掳到巴比伦，好，所以前面历代之下讲到前面一位联合的君王所罗门，后面有19位君王，跟以后就是亚他利亚，那这是关于历代之下。那历代之下呢的上下大纲，好，就是讲到主要就是在讲到第一个明君，那从亚当到扫罗，然后扫罗成为第一个王，好，但是他不是成功的，而大卫才是第一个成功的王，好，那他跟他迎接约柜的过程，好，10到29章也成为以色列第一个明君，也成为整个历代志上下后代的标准。那历代志下讲到近前的诸王，好，前面是1到9章是所罗门，那10到36章，好，就是刚才看到这些王，那主题有3个部分，就是针对被掳归回的人民，要让他们明白他们的身世，从亚当一直追溯下来，有根的民族，他们的身份，他们都是王的后代，从大卫如何跟神立约，接着所罗门传下来，即便有失败，即便有软弱犯错，即便被上帝赶逐出去，但是他们的后代不要忘记上帝跟大卫所立的约，还有他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成为被掳归回的犹太人，他们呢仍然要见证上帝，成为一个敬拜神的民族哦。所以这是历代志很重要的不仅是给当代的人，也是给现代人，还有给基督徒的启发。那历代志上呢，总共有29章，好，那前面有提到，前面是讲到家谱，接下来从第10章一直到29章，讲到的是大卫的王朝，包括大卫他怎么在扫罗死之后，大卫的军队他如何安置约柜，还有大卫他的出征的战机，还有他因为数点百姓犯罪，然后接下来是建造圣殿的预备，好，那他预备的人、预备的事、预备的物、好，预备的材料，而且他也预备了这些利未人，好，并且还加强，好，让他们都学会乐器和音乐，还有大卫的民事领袖，大卫最后的岁月。历代志下呢，前面9章也是讲到所罗门的王朝，是整个圣殿建造和献殿过程，而中间历代志下第7章第6章是所罗门的祷告，那第7章是上帝的回应，所以大卫来让圣殿增加了这个，让圣殿提升的这个敬拜的部分，特别是在音乐的敬拜上，而所罗门是提升的圣殿祷告的部分，让圣殿成为一个万国万民祷告的殿，从所罗门开始。
而第4章是南北的分裂，接下来就是第一波复兴是罗波安到约沙法，第2次复兴是约兰到约阿斯，第3次复兴是亚玛谢到约坦，第4次复兴亚哈斯到西迦，那马拿西亚们，第5次复兴是约西亚。好，那就是在这些王的当中起起伏伏当中，好，那我们有提到，就是因为亚玛谢这个对不起，不是每次都讲成亚玛谢，马拿西，好，马拿西他所做的恶呢，让上帝他决定要来毁灭南国犹大，按照北国的标准，好，要来毁灭和管教。好，那昨天我们看到是36章的前半段，讲到了这4个王约西亚之后，他的第3个儿子约哈斯，接着传给他的哥哥约雅敬，然后接着传到他哥哥的儿子约雅金，最后又传到约西亚的小儿子西底家。好，那在这20几年的当中，这个国家真的是成为埃及，成为巴比伦的附庸国。那今天我们要看到是36章最后结束，讲到耶路撒冷第3次被巴比伦攻陷，也被掳，而犹大国的灭亡，以及呢快速的提到在这满了70年，从第1次被掳之后满了70年，那犹大人就开始陆续的归回，也有3批的归回，然后就接到以斯拉记。好，那我们就请永成来带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好，那我们先从历代志下的第36章，那请从第15节读到21节。好，第15节，上主，他们祖先的上帝不断地派遣先知警告他的子民，因为他仍珍惜他的子民和圣殿，他们却讥笑上帝的使者，不理上帝的话，嘲笑他的先知，到最后，上主对他的子民大发烈怒，以致他们无法逃脱。上主差巴比伦王来攻打他们，甚至在圣殿里杀死犹大的年轻人。巴比伦王对谁都没有敌意，无论男女老幼，他都不怜悯。上帝把他们都交在他手中。巴比伦王洗劫圣殿、圣殿宝库以及王和他臣仆的财宝，把所有东西都带到巴比伦去。他烧毁了圣殿和宫殿以及在里面的财宝，又摧毁了城墙。他把劫后余生的人带到巴比伦，强迫他们在那里做奴隶，伺候他和他的后代，一直到波斯帝国兴起。上主借着耶利米先知所预言的，这块土地要荒凉70年，为要补足那没有被遵守的安息年，这话实现了。好，谢谢。在这段当中，我们昨天也有看到对照的经文，就是在列王记下的25章，还有耶利米书的52章。好，那特别在耶利米书的52章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因为耶利米是人在现场亲眼看见那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底下的这些军队如何的攻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从过去这个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坚固城墙，但是也一点一滴的被拆毁，而且就如同这个先知的预言，那一块石头是叠在另外一块石头的上面。那在列王记下25章，我们昨天有讲到，包括西底家怎么样被杀，眼睛被挖，圣殿怎么样被毁。那在这里有提到巴比伦人进来呢，把所有圣殿里面的铜柱、铜座、铜海运到巴比伦，也把清洁地毯用的这些铲子、灰壶、竹花、剪刀、圣血用的大碗、礼拜用的各种铜器带走，还有金银铸成的器具、火炭的炉、小盆都带走。所罗门王建筑圣殿时铸造的铜器，2根铜柱、铜座、铜海，还有这些铜器的重量无法可称。2根铜柱呢高8公尺，还有铜顶有 1.3 公尺的铜顶。那这些铜制的网子和铜石榴呢通通都被带走。那在这里列王记又讲到，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呢，那他们只留下耶路撒冷城，留下一个指挥官，还有5个王室顾问，还有一个专管军队文件的副指挥官，还有60个地方上的重要人物。那在
这个耶利米书有提到，好，这些留在耶路撒冷的人都是最贫穷、最弱小、最就是剩余的百姓，叫渔民啊，剩余的百姓。但是呢，他们就被他们这些的对不起，这一段是讲到说被掳走的这一些的祭司，还有副祭司长，还有圣殿的官员。然后呢，在下一段呢讲到是被留在耶路撒冷的人，那包括有基大利就做犹大地区的总督，但是在这里这段里面耶利米书也有记载，特别还有40章、41章讲到呢，他们在这边呢，犹大人在基大利的掌管当中呢，他们起谋反叛，所以呢杀了这个基大利，刺杀了基大利，还有刺杀了跟基大利在一起的这些的卖国贼，所以呢这些犹大人又怕尼布甲尼撒会再派兵来打来，所以剩下留下来的这些犹大人呢，他们就连同不论贫富，连同军官都逃到埃及去了。那逃到埃及去那批人呢，也包括耶利米。那最后列王记还有提到，就是这个约西亚王他的孙子呢约雅斤，反而很幸运的，在被掳之后呢，30几年后，还被放出来，而且还可以终身跟巴比伦王同桌进餐了。这是在列王记上有列王记下最后的结束所看到的情境了。那耶利米书呢，在25章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还是约西亚王，这里对，约雅敬，就是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做王的第4年，那就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就是耶利米，他就来警告，上帝警告，上帝要来审判，但是在审判当中呢，这个我们之后读耶利米会来看到，但是重点是在这个警告当中呢，上帝就透过耶利米说这片土地要荒废，成为令人恐怖的地方，列国要臣服巴比伦王70年，70年后我要因巴比伦和他的王所犯的罪惩罚他们，我要消灭这个国家，是指巴比伦，使他永远荒废。我要用我宣布对付列国的灾难来惩罚巴比伦，这都已经记载在本书，就是耶利米所宣布的，也要照巴比伦人所做的来报应巴比伦人，他们要被列强和他们的大君王奴役哦。所以这也是先知哈巴谷他所看见的这个所看见的部分了。那但是在这里讲到70年，所以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呢，上帝就预告70年，所以70年什么时候算呢？就是在约雅敬作王的第4年，那就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那满了70年，就是在70年后，他们再回来。而这70年为什么70年呢？在今天历代志就讲得很清楚，历代志说这块土地荒凉70年，我要补足那没有被遵守的安息年了。所以这句话就说第7年土地要休息，这是从上帝颁布的律法当中，在民数记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就提到，民数记这个第7年土地要休息，但是呢，他们都没有遵守，70次的安息年没有遵守，那就是将近了400多年的时间，他们都没有遵守。那这个安息年呢，就是上帝让土地要强迫土地休息荒凉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历代志下。好，我们再请永成带我来读最后的2节，22、23节。好，22节，波斯皇帝塞鲁士登基做皇帝的第1年，上主为要实现他借耶利米先知所说的预言，激动塞鲁士下了一道诏令，用文字记下，传送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诏令的内容如下：这是波斯皇帝塞鲁士的命令，上主天上的上帝使我做了全世界的统治者，还要我负责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一座殿宇。现在你们这些属于上帝的子民要到那里去，愿主你们的上帝与你们同在。以上。好，谢谢。好，那在这里70年满了之后呢，就是
波斯王居鲁士，现代中文本翻成塞鲁士，也有翻成古列，或是这个古列王的登基第1年。那上主呢实现借先知耶利米所说的预言，刚才我们读到的就是耶利米书第25章的地方的这段预言，70年满了，所以呢塞鲁就激动，那激动意思就是兴起，让这个波斯王就兴起他的心，让他来下了一道诏令，在整个波斯帝国，那波斯帝国就取代了巴比伦国、巴比伦王国。而波斯帝国呢，他又把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基础呢，又占领得更大，所以呢，后来波斯帝国就成为但以理书。我们在读完耶利米书之后，就会读但以理书，成为这个金的头、银的胸、铜的腰、铁的腿，的这个银的胸银的胸，金的头就是指巴比伦，银的胸就是指波斯，那铜的腰呢就是指希腊，铁的腿就是指罗马帝国。那他下这道诏令呢，那这是，而且他还是上面写的说，这是波斯皇帝塞鲁士的命令，上主那尊称天上的上帝使我做全世界的统治者。波斯帝国那时候已经来到了从亚洲一起来到了北非，然后呢也往希腊去了，来到了欧洲。所以呢，成为一个欧亚非的国家，超过了这个巴比伦，超过了亚述，超过了亚兰，超过了过去。他要我负责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一座殿宇。那这个就是到了这个以斯拉记的地方以斯拉记的地方。而现在你们这些属于上帝的子民要到那里去，所以是传给这些做上帝子民的百姓。愿上主你们上帝与你同在。同样的经文，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第1章，以斯拉记是一模一样，几乎一字不漏。那在第4节当中才开始讲到不一样的。愿上帝与你们这些作为他的子民同在，你们要到犹大的耶路撒冷去，重建上主以色列上帝的圣殿。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上帝。如果在流亡的子民中有需要帮助才能回去的邻居，要帮助他们，给他们金银物品牲畜，也要为耶路撒冷的上帝圣殿献上自愿祭所以这个下诏的公文当中还有一段话，在这个历代志下没有记载，但是在以斯拉有记载。所以就有2个说法，一个说法就认为说以斯拉记是以斯拉写的，所以历代志的最后结束跟以斯拉结束，所以历代志也是文士以斯拉写的。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不是文士以斯拉写的，他用以斯拉的文字来放在历代志的最后面，是为了要让历代志读完能够跟以斯拉记来衔接。好，那在我们读今天的我们现在的圣经是从英文圣经来的，英文圣经的这个版本呢，历代志是放在历史书12卷历史书的当中，就是苏斯、德萨萨、王王、代代、拉尼斯，这12卷书当中。可是呢，在犹太人的圣经是只有24卷，24卷当中和基督教的圣经39卷差别呢，在这几个地方，就是譬如说撒母耳记在犹太圣经只有1卷，那列王记只有1卷，基督教圣经是有上下的，还有12先知书在犹太人圣经是全部1卷，那在这个基督教圣经呢是有12小先知书。那犹太的圣经呢顺序呢是从摩西5经，就是 Torah， 然后再是前先知书，那他把书是撒母耳列王记放成前先知书，再来是后先知书，就是大先知跟12先知，然后再来是诗歌书，那诗篇、箴言、约伯记、节期书、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再来是历史书，很特别历史书是但以理、以斯拉、尼希米，而且以斯拉、尼希米是1卷书，最后1卷书是历代志上下。那强调是在我们的基督教圣经历代志是旧约的第13卷和第14卷，最后1卷是马拉基书。可是在犹太人的圣经所有的结束呢，从创世纪开始，在犹太人圣经是在历代志下结束。所以我们回来看历代志下结束的希伯来文，就是现在你们这些属于上帝子民要到那里去那它的原文是要上去，要上，那上哪里？上耶路撒冷。
所以按希伯来文的字的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篇的最后一段的最后一个字就是上去上去。那跟基督教的圣经的最后一卷最后一字这个马拉基书，免得我来咒诅这地，咒诅那就意义差很多。所以这个是关于历代志的部分。好，我们在这个把历代志上下都读完了，相信读一次大概没有办法全部的了解但是当我们在读第2次或是读第3次的时候呢，相信我们对历代志会有更多的想法，也有更多的看法同时也知道怎么样能够在历代志当中来看见上帝他所要做的作为。也感谢大家弟兄姐妹在这当中的共读、参与、服侍，还有在背后的付出的同工，还有协助帮我们来上传放到 YouTube 上面这些同工愿上帝祝福大家的辛劳。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上的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68天的当中，把圣经当中相当不容易读的历代志上下能够逐章逐卷的来逐节的来读完让我们在这当中也能够沉浸在上帝的话语，能够来思想上帝你在历代当中的作为，也让我们看见上帝你是永不改变的神，你的话语是坚定并且是上达诸天你的话语是能够来成就上帝最高的旨意愿我们在这当中都能够对你有更敬畏的心，也能够更以敬畏的心来领受上帝的话和上帝的心意，也帮助我们看见南北国的历史，更看到我们在今日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国家社会或是教会，都能要效法大卫跟神的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经得起时间，经得起环境，经得起各样困难的考验让我们能够对神永远的忠心，能够效法耶稣，学像基督。也祝福我们在这当中的学习，以及接下来我们从礼拜天开始要来共读耶利米书，也让我们能够从耶利米先知的生命当中能够更加明白上帝你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你不改变的心意。我们这样子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和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牧师，谢谢牧师，平安。谢谢牧师，晚安。